各位啡圖娛樂嘅 fans， 又係我溫溫同大家講下娛樂消息啦。嗱，嚴明熙 Gigi 嘅最新動態咧，一直咧都有好多人關注啊。咁似乎踏入咗2026之後咧，佢即刻咧會有新搞作、新公佈咯噃。嗱，話說阿 Gigi 咧就舊年因為咧合約問題咧就俾 TVB 雪藏啦。咁喺年尾咧，佢亦都終於宣布咧係離開咗舊東家自組公司啦。咁喺上年嘅平安夜咧，更加舉辦咗佢離開 TVB 之後嘅首個個人演唱會㗎。嗱，咁而喺呢個5號星期一咧，最新消息就係話嚴明熙將會喺1月7號推出新歌 MV， 兼且會宣布加盟 Sony Music 喎。嗱，呢單消息咧講到似層層咁啦。咁好快咧就知道啦，究竟堅定流啦。嗱，咁嚴明熙咧其實真係相當之叻女啊，年紀輕輕咧已經係做咗老闆，自組呢個工作室啊，獨攬公司所有嘅股份啊。嗱，但係原來咧佢其實早喺上年2月未同 TVB 完約咧，就已經鋪定後路㗎啦。咁有消息咧就話佢係識得超前部署啊。早喺舊年2月嘅時候咧，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延後工作室有限公司，後係天后個後喎。咁咧就以真名黃龍熙作為呢個商業登記嘅。咁除咗佢之外咧，工作室仲有3位董事嘅。咁雖然有3位董事，但係嚴明熙咧就擁有全數嘅股份，為事業咧係重新鋪路嘅。咁另外亦都有消息話咧，佢喺九龍灣一個廣場咧係租用咗工作室。咁月租連管理費咧已經係超過3萬幾蚊㗎啦。咁除咗租金之外咧，加上員工工資啦，同埋啲雜費等，咁佢每個月都要俾幾萬蚊嘅基本開支㗎，所以真係要密密接觸。如果唔係咧，搞唔掂嘅喎。嗱，咁其實咧，嚴明熙並唔係第一次咧傳出話會加盟呢個 Sony Music 嘅啦。喺上年年頭已經有傳咧，佢約滿咗 TVB 之後咧，就會正式過檔 Sony Music。咁當時亦都有傳媒咧向 Sony Music 查詢，但係咧就冇獲得回覆嘅。嗱，咁我哋睇翻香港 Sony Music 旗下歌手同組合。而家有邊啲人呢？嗱，會有陳柏宇啦、林奕匡啦、布志綸啦、力臻啦、葉巧琳、黃妍、歐子林同埋小塵埃等等。嗱，咁睇個情況呢，嚴明熙如果真係加盟 Sony Music 咧，一定有助呢個公司升勢。咁同埋唔使講以嚴明熙嘅受歡迎程度，佢當然就會係成為呢個 Sony Music 嘅一姐啦。嗱，咁我哋好快咧，過1-2日咧就會知道嚴明熙究竟係咪真係會去 Sony Music 噶啦。咁溫溫就會盡快咧喺啡圖娛樂咧同大家講翻呢個小天后嘅最新動態嘅。咁同埋亦都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最緊要嗱，大家如果支持啡圖娛樂咧，最緊要就係like、comment、share 做齊呢個3個動作，咁咧就係對我哋啡圖娛樂嘅最大支持。溫溫喺呢度多謝大家先，拜拜。